台中和平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有大树丛倒去地死人。有一对翁仔某到大雪山的林道来行路，一丛20米悬的大树丛熊熊倒落。当时行伫头前的翁婿听到嘣一声，回头一个看，太太已经互树仔缀掉了咯。伊就青惊，赶紧拜托过路的山友，大家合力扛树仔来救太太。真遗憾，太太也是往生了。这做翁婿的是真痛心，讲这是国家级的森林游乐区呢，哪会发生这款的意外呢？这个管理单位当时林管处讲，因逐礼拜拢会巡视这个步道清查树丛，但是这届倒去的这丛无伫列管的范围内，伊嘛真意外，会全力协助家属来申请相关的赔偿。伫意外现场，63岁姓吴的负责人，和20公尺悬这丛大樟树仔倒来了后缀掉咧。当时伊的脚趾片甲头拢互大支的树棵缀着。因为树棵伤重，因翁某无法，就赶紧请爬山的人斗3工，才顺利将因某甲救出来。爸爸先走到柏油路上，妈妈差几步路就可以跟上了，但是还没跟上的时候，就是后方的树木就整个坍塌下来。当时人已经无气啊，因翁跪伫伊的边啊，一直甲伊讲话。当时林管处有3个人到现场协助急救，不过因为伤势伤重，送去病院急救了后，犹原无效。他当然一定会自责啊，因为他会觉得今天就差一点点，他如果可以再多关心或是多关注。事后现场倒来树仔边啊，已经有有封锁线，这张树仔树尾断几啊层，落甲满世界范围真宽。7月中昼，这个县长的查甫人甲因某去行台中市大雪山森林娱乐区的步道，到入口附近，伊向听到嘣一个真大声，一滑头就看到一丛差不多20公尺悬的树仔倒落来去缀着因某。家属认为讲，这真明显是公共安全的问题。修缮维护有疏失的情况下，那他们又没有积极的来跟我们去做整个后续的说明，所以会看后续的情况，那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林管处会看报认为讲，这是因为落几啊降雨，才造成这个意外。有疑虑的林木会予以列册。那这一次的倒木呢，并不在这个列册的清册里面，后续也会全力协助家属申请保险理赔。家属认为讲，国家森林游乐区无应该发生这款代志，拍算要申请国家赔偿，嘛要求管理单位要调查清楚，还因一个公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